看农委会本内的报道，工业发展唔单止会影响到农民嘅用水权，也可能会影响到农业用水嘅品质，也已经影响到嘅哟。田区嘅附近工厂联合接动嘅是工业被污糟水排放到灌溉嘅水准，如系造成污染嘅主要原因。虽然政府推动灌排分离2年内，实行系无嘛监管，嗰度农民就算有水，也唔敢偷来饮田咯。故所有负责人咪讲，台湾应该要有英国政治太适合嘅决心，喺无一个田区嘅污染无好解决。太麻管嘅水对工厂嘅排水管呢流入是系油量水源嘅小厉害。头摆一条河坝水系采天然色嘅水，未系农业用水。不过因为小厉害水头有发现同犹太用间工厂过后，农民对小厉害嘅水质无为信心。天时热发发嘅，本蛋正好同河坝水调度牛温药嘅牛嘅，未因为河坝水分插到工业废水，捐可土地牛难地度。你下注上落個油污染冇必下去，牛嘅食到嘅水唔好。屍體可能唔可以啦，輕係上落就一天還好啦，行得強啦，事實上，田橋附近嘅氣工廠工業廢水流入轉橋，甚至到污染動力開。咩因為安尼，有學者講，台灣人食啲東西都當污糟。它沒有加料啊，它灌溉用水就是那個水啊，所以台灣的農民都常常講一句話。大嘅人，迄什麼款嘅胃腸，什麼款嘅身體，因那這款物件喏，無蛋散。學者認為，雖然政府主張公開用水同農業污糟水排放要分開來，不過實際效果實看唔到。就算傳統嘅進度暗慢，行業要從英國人重新整治，睇公司何為決心同堅持。學本蛋粗旁旁嘅嘢河壩水，又在過可能到回程嘅嘢唔嘅。太湖適合重新發現魚的那一天，舉國歡騰。他們有辦法整治回來嗎？那你要不要那個決心呢？那個決心就是我們所得到的一部分的財富是來自於糟蹋土地，我們願不願意把我們糟蹋土地的所得拿一部分出來重新整治土地？你水当强，所以你下工当会搬迁。江前的二重埔用前，水道度涵蓋呢度五下工也道，也搭配無工廠同廢水，也係捉到二重的居民堅持嘅成果。因為上游挨到冇被工廠嘅水冇被排落來，也時間是兩件，但是佢冇被排落來，所以呢度以前喺度全部係啲碳水嘅。二重埔用前，因為二重里也道所採嘅田丘，未保持等豐富嘅自然生態。就厲害，實現啲有污糟水嘅排放，民眾唔敢用，亦唔敢挑水來飲田。從事工業發展，實犧牲嘅農民同也道生產嘅糧食，令危害到人民嘅空間。政府應該要確實做到公開用水同工業污糟水嘅排放要分開來嘅政策。工業同農業嘅發展兩項都會顧到，農村將會有未來。下個新聞，范啟雄、吳子怡綜合報道。